阿潘，来自兆利新庄兆利公司。对，ใช่ค่ะร้องเพลงเลยครับสายตาพิฆาต他要唱的歌。这首歌是东北部的这个戏曲，像我们这个在台湾这个歌仔戏的类似一样。哦，所以您可以看待舞呢会载歌载舞。好，我们来听一段这个泰国的寡喜喽。好，我们来欣赏八帕凡的演唱，我们掌声欢迎。好，我们来点歌。谢谢八帕凡的演唱。哦。